来讲下选举的消息，民进党台北市立委这个参选人吴怡农一直坚持君主的选举，也过针对国民党攻击讲伊是脓包会真生气。吴怡农讲用脓包你甲批评，真正是无品，已经超过选举的界线。伊也过国民党的这个对手呢，王宏维爱这吴怡农去看替民进党的网友是安怎霸凌对手的。抱他，你可以抱他，你可以抱叔叔吗？签名翕相，人正好斗阵。民进党台北市立委参选人吴怡农市场拜票，大家拢真界支持。不过民笑容虽然听到这个词总无去，没有提出具体的回应或者有建设性的批评，却一再的用脓包的字眼来侮辱我，这已经超过了选举操作的界限了。国民党的主管的言行这么的不入流，我觉得我完全不能够接受。不免扣国民党文宣，直直利用部人来改攻击，连放只党开始，吴怡农虽然更拿棍，拿出具体的作为证明他不是。回去看看民进党的侧翼，还有民进党政治人物过去有多少霸凌，还有就是羞辱的经验，不要双标，也就是不能是绿能，你不能。录影片该骂动去，国民党对手王宏维就算较坚定的出来，同款战斗力满分，而且会知影像罗志强、杨世斗三港徛路口有票，所以伫咧线顶参加立法院国民党团记者会，王宏维嘛讲到未来邀请包括韩国瑜、蒋万安来给斗有票，对比吴怡农一人拼战，甚至有李人士压了吴怡农的竞选总部内部，已经有真侪人偷偷离开，有够可怜呢。我们许多媒体名嘴朋友的想象都很丰富，团队没有人离开，这是一个团体战，我们的朋友伙伴非常的多。吴怡农国民党脚步徛在拼赢一摆选战，迄只是王宏维有大开加持，得到选民的支持，因为补选拼战，和各界拢伫咧追。